各位好，欢迎收看出名台会，我系孟小 T。我底下呢系到高雄界美浓市，大家也看到我后背了动向嘅山丘，就是讲条水库。阮条水库嘅生态非常暗好，大家上嘅多么多改善不改变维持一个水库。美浓水库最早系民国80年代时节提出来讲为主，不过系进行动体地面动态嘅反弹，保姆也经过了专家复查去证实，了大要该提出款件证件系唔合适的哦。所以到民国89年，请随便做总统改下，就确定了解扩八嘅温度规体咧。不过最近因为了解缺水嘅问题，又有立委公道，系咪有可能咧重新启动了解美浓水库嘅计划？香港系讲了解水库做唔得，系咪做得类似高频台风了解提退风云哦？出面台会呢会用2礼拜嘅时间来和我探讨，从采地嘅美浓水库开始讨论起，到呢全台湾嘅国土规划，到底了解管理水资源嘅问题，究竟咁寸多了溪水库了找方法系嘛？溪水库咁究竟有效，咁究竟做对改革了解缺水问题？等下呢都会提到了解美浓引入葡萄站嘅答案，要强调相关单位和找专家，当然还有呢个乡亲朋友，呢强下的关心讨论，两批去到现场。开会了！现场有关心水库议题，加乡亲朋友坐到傍晚，感谢大家。之前做田环，又有立委公道会种美浓水库，不过美浓水库恁摆就大家反对嘅，然下暂时的硬气哈。还有高平台府係一個何方問題，做乜嘅地方鄉親大家都唔支持喏。今日反對嘅理由係乜嘅？基本眼能找到很多嘅鄉親，向下對交換意見，向下討論喏。為大家紹介基本嘅來賓。第一位來賓呢，我們要為大家介紹是我們的屏科大的教授丁策士丁老師好。大家好，大家好。歡迎線上聽一位來賓呢，呢首嘅係大家都熟悉美濃田野協會的溫仲良。在座周邊大家好，係仲良。歡迎仲良。第三位來賓呢，呢首嘅係水利署南水局的局長黃世偉，黃局長你好。大家好。歡迎邱總。第四位來賓，我們叫是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的局長蔡站長，蔡局長好。大家好。歡迎4位來賓到呢共下討論哦。那也感謝現場的鄉親朋友都來關心這個水庫的議題。我們說，其實這一場大旱哈，整個台灣的水情從北枯到南然後北部有超過4萬公頃的農田都休耕了。那在南部呢，也開始民生用水的限水。當各界都開始反覆在討論說，這個水庫100年已經效用失靈的時候，我們的高雄反而要來蓋水庫嗎？那談到這個議題，我們可能就要先從整個高屏溪的流域水文來看起哦。大家看到這個是高屏溪，我們舊稱叫做下淡水溪嘛，哈，它像一個筏變形的河川，它的總長度呢僅次於濁水溪，是全台灣第2長的，但是它流域面積是全台灣最大的，一樣是這個水量相當豐富。那我們知道說濁水溪有個積極藍河堰，那我們的高屏溪也有個高屏堰哦，一樣是川流曲水。我們知道說，整個大高雄地區啊，一天的用水需求是160萬噸，光是我們高屏堰提供的水就110萬噸，將近8成。所以他說是我們高雄地區的這個母親之河應該是不為過啦哈。不過水利署提到了哈，其實現在有20萬噸的用水缺口，缺在那邊。平常是靠農業用水的調度，還有台南這邊有幾個水庫來支援。那我們的高雄市政府呢，也提出了用水需求預算，說在2020年的時候，最高的耗水量、用水量可能一天要來到200萬噸。200減160，是不是剩下40萬公噸的缺口缺在那邊？所以就要面對啊。所以現在水資源開發方提出了2件事情，一件呢就是在89年就已經是定論為死案的這個美濃水庫，有可能是要死灰復燃、敗部復活，重新再來啟動嗎？那還有第2件事情，就是這個前身叫做吉陽人工湖的高屏大湖，前年的時候已經被環保署退案了哈。不過我們的水利署拿回來重新整理，可能年底的時候要送出這個環差報告，想要再通關。所以按照拱起來，大家講來講去都好像是要蓋水庫，所以我們就想問2件事情：高雄真的有缺水庫嗎？還有水庫真的有用嗎？我討論那個問題之前哦，你現在跳過樣片類群吼，跳過美濃採地去到控制水庫的歷史係乜嘅？
时节来到的热天，高屏天气欠水的危机因为因严重。5月初，高雄市立委王兆顺提出发言质询的时节，要求经济部应该要再过来讲，去美浓水库的计划，经济部次长杨伟福就同意，一张年内进行民调，来了解大家对做水库的看法。反对粗暴民调，反对粗暴民调，反对误导民调，反对误导民调。住在市区的人，其实很多人为了他们的用水，他们常常会只考虑到自己的立场。对民国81年通过翻篇规划作美浓水库以来抗争就冇停过。民国89年陈水扁总统讲唔会起嘅，不过未摆读到高雄做填海，做水库嘅可能就会本人再个讲起来。两个山都结片结粒山，就是美浓水库一天梯的水坝位置，伊要做到147公尺。日本人当时就已經翻算出來講啊，喺超過20公尺高嘅時間，一個車壓壓力就太大，一個水庫就會有生命安全危險性。你喺尾下擺行叫那足頭擺面咯，當然一邊那用力㗎咋。日本人研判美濃作水庫體現享有先天嘅條件，體質上係冇適合嘅。因為水庫冇其他嘅水源，還會睇高屏下嘅松節、羅農下嘅水裝備嘅爆水庫。大山同嗰同一邊南下度啲水嗬，都係而家美濃起啊嚟啦。哦，而家美濃水庫去蹲起來啊你啊，哦啊而家都講嘢學術上講啊，離潮式嘅水庫啦。還有呢，還有用水原因咯，做個文化體狀有咩用水？等水唔爛爛葉咧係唔好啊。啊，水庫繼續跌，水庫繼續跌，是馬賽跌。美濃翻水庫已經26年了，一直以來當天居民影響政府表態美濃水庫體質冇適貼，嘛冇發出塔到斷水來用嘅功能，唔過按呢要求政府正經談嘅入去咩？水庫是做的，是沒塞的，哇哦，哈！大家看到哈，其實哈，這個美濃位置，其實它在這麼多年以前就有這樣的爭議，可是明明白白已經斷定是要廢棄執行的一個計劃，誒，怎麼會還魂回來可以繼續做？簡單來透過小檔案了解它，美濃水庫呢，其實就在黃蝶翠谷看到這一邊哈，是它這個水庫要預定地要開發的位置。現在這裡呢是一片蓊蓊鬱鬱的森林吶哈，將來看的水庫它會不會不存在？再來往下看，美濃水庫是一個什麼樣的水庫呢？哈？像剛剛影片裡面講到，民國81年的時候，他就通過環評了。本來82年要蓋，但是大家也知道，引起地方整個社區意識的團結，非常的反對。後來呢，也專家學者正式的探勘，確實這裡的地質條件就是不適合，所以後來就撤案了哈。那我們再看到，其實它的供水量可以提到一天110萬噸。這個規模看起來不算小，那這個規模既然大的話呢，這個錢也要花得很多。看到它的總經費來到2000多億哈，要做這樣一個水庫。好，美濃水庫在外界聽起來那就蓋水庫啊，就讓我們有水用。為什麼做唔得呢？哈，其實它有幾個重大的爭議。第一個是說它的壩高本來規劃在147公尺哈，但是以前日本學者專家調查，大概頂多20公尺，它的車壓就受不了了哈。那再來呢，它的地質也不好，它的斷層帶通過了很多，像旗山斷層、六龜斷層等等等，哈，都經過那邊。要是這個一旦潰壩，哦，可能整個美濃地區就有危險，就像石門水庫，它一旦崩堤的時候，整個大台北一半也都消失了哈。那再來看到，其實有很多的問題，水庫的壽命短已經不是一個預想的狀況，是根本是一個事實的哈。看到現在的狀況，整個全台灣的水庫平均都淤積了3成啊，有的已經超過了5成，可能再過2年3年，這個水庫就死掉了，是一個自殺型的水庫。好，那再來看到呢，美濃溪其實也欠缺水源，它算是一個越域引水，它需要把水引過來這樣子的一個水庫哈，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問題都是影響着這個在地居民跟整個外界並不支持美濃水庫的這個看法。在畫面裡面，我們看到林生祥唱歌，他說水庫路可以做，大便也可以吃，這是一種很嚴厲、很痛心的呼喚啊！哈，現場我也看到，其實剛剛在影片出現的一個小女生，她現在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媽。親夫一，你好，我想請問，剛剛我們在影片看到你還很年輕，其實那是2011年的事。其實，在更早之前，聽說你在學生時代知道這件事情，從地方居民的角度就開始反對，一路走來其實也10幾年。為什麼反對？那反對這麼多年來，現在聽到本來已經不用蓋的美濃水庫，又有呼聲說要再蓋，你的心情是什麼？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講要水庫做誒，而不慢人用。好，水庫做我哋弄個地油嘛問題，天咧會變嘛。好，斷層也日本時佢就地嘅，啊天呢也下他個忙地嘅，也下他個來往條水庫了嘛誒，來看山看水搞水，因為喺我哋寫時間內容也係搞
留也着脑海也地方，也哈嘛过多年的遐片了，已经变成海产的地方，和过创业有个人讲的地方。但同时节要水库建了做嘛，大家还记得吗？工业用水，而本台南的吼，也个叶龙钢铁盐铁片做滨南工业区，所谓的七轻也哈个创业石化工业个用水，所以人家哈嘛系用嘛东西偏安的。偏爱人讲，也一本高雄市的人，用水，佮下讲高平海个欧洲，侬也当过侬属足的无水好用，一本高雄人用，但是其实还在本公家用水。所以感觉其实说起来都是一个骗局，尤其不能接受的是，你在这边取水供的是工业，但是确实是拿我们在地的环境去牺牲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是你一路反对的一个核心。先谢谢你，泰国，那亚维乔木一哈哈。这个案子其实过去就是一个被否决的案子，被否决自有其道理。刚刚看到一整排罗列下来，都是不能够开发的要件。那事实上都已经是通过的事情，还可以再开发，在地方来讲又是感受什么呢？政府好像是在有点儿戏呀，人家讲了20几年的话从来都没有在认真的听听老百姓在讲什么。总是一句话就说，哎，你们美浓人很自私哦，现在旱季了，不给人家水喝，怎么办？其实那个不是说地方上自私啊，其实我们反对是在敦促这个政府好好的来重视这个水资源的问题啊，你的产业结构好好的去检讨该省水的你要去省水，要节水的要节水，要回收的你要去回收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环境你不能再无止境的去开发破坏呀你现在解决了3年5年的问题，那30年50年后你怎么办呢？而且供水是一个问题，问题是美浓水库的本身在工程设计上，它就是有极大的瑕疵，根本靠不住。所以对地方来讲，还不要讲是供给谁用，可是它本身就可能会造成区域性恶化淹水喽，或者是说一旦溃坝的这个压力哈。好，先谢谢你林大哥，我待会会继续请教你。我先把问题请教我们这次提出了这个美浓水库有没有可能重启推动的这个水利署，黄局长。你好，今天也谢谢你来到现场哈。我们看到一排开，就是罗列各种不可能做到的工程的问题，能不能先就回应？已经定论为死案的问题，现在不是美浓地方乡亲愿不愿意盖，是能不能盖的问题呀，不是吗？其实美浓水库是不是在设计上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做探讨，因为这是工程技术的问题。那所以可以解决的是吗？是可以来减轻影响，或甚至做一些调整。那因为设计上它本来就是我们经过调查，这边确实在坝址是没有猪头山断层，那附近是确实是有旗山断层，大概距离坝址大概最短是4公里左右。那这样的断层分布有影响吗？那因为台湾的这个地质比较脆弱，断层的这个存在是比较广，然后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区域。在都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我们有新化断层，所以说避免不了，所以盖起来没问题。这个当然是必须要做一些评估，专家的这个论证，也不是说很鲁莽的、很粗暴的去做这种事情。那当然，民意的这个支持与否是政府施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但是从工程单位的角度来讲，你们要重启评估，是认为这个还有可为之处，是吗？我们先谢谢黄局长。专业的问题我们请教专家好不好？丁老师，我们从水利局他的这样工程角度讲说，这些问题不是不能克服，而且本来台湾既有的地质条件，如果说要很严苛，完全是零风险，那大概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在这样基础下，只要我们工程改善，还是可以做。你的专业看法呢？就学术界以及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宿命也就是我们台湾是2个板块撞击在一起，一个欧亚陆板块，一个这个菲律宾海板块，所以说他哪时候要撞成这样的，对台湾这个地质破碎，那很难去做一些预测。当然人定胜天，这是我们工程师旧有的思维还要继续维持下去蓄水的场所，当然这个在传统上都是用水库，这个是最直接也看得到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象到我们地底下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而且大于地表上的水库。在开发其他水源的时候，老师我先请教一下，您个人的了解，觉得这个美浓水库到底在启动来盖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这个就工程来讲的话，刚才局长也说明了，这个用各种工程可以克服，但是很多的技术上，我们现在的科技还没有去办法去克服，所以说就这个学理技术来讲，它还是有一些的盲点。是。但是就这个地质来讲的话，当然还有一些另类的思考啦，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地下本为蓄水大库了哈，而且蓄水的量体还比这个地面水库还要来得多，而且安全性也比它来得高。那我们讲到说，如果水库透过很高段的这个水利工程的技术硬要来做的话，好像是可以，但是真的要付出这么大的环境成本去成就吗？这是一个问题。那刚刚我们的乡亲也提到一个很重要，每年水库好吧，你真是想方设法一定要盖。那请问你盖好的是提供给谁用？这几年来，大高雄地区的自来水的生活用水率其实不增反降，是维持平缓下滑的。所以就是我们每个人使用的生活的自来用水量没有增加呀，没有增加，你哪来的40万吨这么大的用水缺口？我们看简单的这数据，让数字说话好了哈。现在高雄市政府它的推估，你看这个绿色线的部分，原则上我们现在一天的需水量是160万公吨，是维持在这边哈，已经尽量都能够供了。整个高屏堰可以提供这样的水。那首先我们水利署推估哈，未来这缺口会虚到这边红线有189万吨一天哈。我们高雄市政府的推估更大的这个需求量，绿色的线虚到。2020年的时候要来到将近198，就是200万公吨。那我先问题请教我们水利局的蔡局长好吗？市政府这样的推估，将来在我们的人民百姓的人口零成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用水需口就开得这么大的一个口，请问是开在哪里？这需求是为谁而设？这些推估的资料是依照经济部还有自来水公司目前已经核定给各相关的工业区未来要需要的需求量去算的。工业区需要的水对，这个不是说我们市政府这边去做的，就是我们市政府为了因应未来的多元水资源的供应，必须要去了解到我们目前的水资源到底未来需要成长多少。所以是说未来会有一些新设的工业区是吗？对，就现有的工业区它也有一些扩张的。有扩张，现有扩张，像未来新加入的都有。像南新临海工业区或者是科学园区等等这些水利署跟自来水公司，它有新核定未来可能需要的需水量，我们是依照这个，所以他有跟市政府要求说，我有这个需水的需求。我们是调查这些资料，调查了之后，这些资料之前都有做过核定，就是这个是推估，这个完全是推估。推估这没有问题，不过推估出来的这数据就是要供给工业区的用水哈。冲流应该强问一哈了哈。其实刚刚乡亲也提到说，这个原来当一个工业区在开发需求的时候哈，在都市里面的都会它要发展，然后去哪里找水呢哈？它就可能是往乡间去，有地方的地方，它就可以供水取水，然后拿那边的水来指引这边的发展。从地方的角度来看哈，这样子我们开了一个水库，我们还不讲说将来会带来什么祸害，但是目前的生态破坏来讲，就为了供应这个工业区的扩展，你觉得这样子的逻辑是我们地方在对整个高雄市的整个整体发展它的部署的，符合你们的期望吗？大概拢伫讲南台湾还是用水的佢徛的所在啊。好，按照90%的水啊，好，睇一天都6000个，啊，存到30%在旱田啊，所以按来讲，南部哈是一个就是用水缺口、用水风险非常紧缺的地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一个国土规划的一个这样配置来看哈，你那种高耗能、高耗水的工业那种产业本来就不应该配置在南台湾。这是从一个就是说一个产业发展上面一个适地适应性上面来看，来看待这件事。那它也已经要配置了啊，那我们的用水是真的找不出一点水来呢，还是本来就不应该这样的找水方式？没养问就是安尼啊，如果迄假设就是南台湾水按客业吼，我讲这边爱发展产业安工业也吼，我讲业个产业都必须前提是建立在是一个非就是低耗能、低耗水的这样的产业上面，或者是说你的工业废水回收比率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至于造成整个南台湾的那种用水紧缺之下，来更加恶化它的一个供水的一个问题啊。好，从用公道的意见，大家谈到，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水利署的黄局长哈，这个美浓水库，照你们的说法哈，希望在这个月的月中可以来做一个区域性的民调，如果民调的支持度超过80%。就可能来重新启动这部分，你可以先说明一下，让我们地方乡亲也在资讯透明的情况之下了解这件事吗？我们是有在进行民调，没有错哈。那我们是委托学术单位，所以是会比较客观跟公正。那至于结果的话，我们会
依照我们行政透明的相关程序来适时的时候才对外。那你应该也了解基本资料，民调的范围是在哪里？民调包括了高雄市38个行政区，全部嘛，哈，全部的。好，谢谢。我们听到局长这边的说明，那我馈奉给在地的乡亲哈，有意见的我们请举手哈，我们把意见陈述出来。开放这样的民调，如果大家的民调超过80%就支持美浓水库就要盖哦，他盖就是马盖熊翻。我们先给这位大哥。我一直在听这个局长讲那个民调，说38个区啊。那简直开了他个玩笑。怎么说是玩笑呢？你想想，美浓人的安全，如果只有美浓这个地方的人有赞成，我们没有话讲。你拿到那个高雄市区里面的，他当然100%赞成做美浓水库，因为他觉得无关痛痒，除非他是美浓人，其他的全部都一定反对，都赞成。好的，这种民调，根本不要搞，就已经开始要做了嘛，开玩笑。非常感谢这位大哥，好像还有这位先生要发言，刚刚举手的。这整个高雄市的30几个区都成为民调的范围，我认为是100%不公平，不公平的，不公平，非常不公平。我美浓人一定反对到底。这样不公平的民调，可以怎么拿来把美浓人的生命财产来当抵住呢？静慧，我也把问题请教你啊。到底市政府水资源开发方提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民调方式，你觉得是符合科学根据或者是合理的吗？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的倒退啦。那他还记得冇？侬把行政院长小万草给他讲嘛诶，半数的民农人反对，水库就冇做。好，要他讲嘛诶，高雄市83个人赞成，俺的水库就要比做，俺的公平啊唔公平？而且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水利署委托所谓专家做的问卷，哦，你可以看问卷哦，题都题4题，就得讲高雄还在咧缺水的地方，题5题就问讲，因为来到风势还在可以讲大，也个无水的风向，阿姨就题1题就问我，吃来水、江水、流水该做过好一些好冇？好嘛哈，啊题2题问讲啊，三亚跟民生拢少用一些水，他个来。够节约用水可以吗？可以嘛？啊，天上顶就冇人讲啊，但是天上顶的人可以发新的水源，好冇？哦，啊，第4题就冇人讲以上皆是，迄个一般考试会考嘛样啊？你一定会答以上皆是，因为有量的，俺哋拢赞成的嘛。啊，最尾一题结论冇人讲，迄假使政府要来推动美浓水库跟高屏太浮的话，赞成还是唔赞成？结论就只有赞成，也系唔赞成啦。啊，你公平的民调嘛，好，大家可以看一下问卷啦，哈。好的，谢谢静慧。好，我待会会陆续再开放哈。黄局长，我请教一下，一个攸关整个地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像水库那么大的议题，单是靠民调，而且是这种全区域的民调来作为它要不要重新启动，会不会有点势单力薄？我们除了全区的民调以外，我们也做了这个奇美地区的相关的这个民调，所以。不会说很偏颇，那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资料，做一些我们统计的相关分析，看一下民意的这个走向是怎么样，跟以前的民意做一个比对。那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推动的这个参考而已，并不是说一定就要推动美浓水库，这是很大的误会。您刚刚说这个民调如果结果出来，你们都会保持公开了哈。那如果假设在这样全区域调查的这样的条件之下，它真的超过80%的，你们下一步的做法是什么？是不是超过80%，或者是这个结果怎么样？我们不去先去做那个猜测。是，其实水利署在之前的公听会上，或者是在记者会上的时候，都有说明到说，如果真的民调超过80%，它就会缩小3层美浓水库的工程规模往上送了哈。不过这样的问题，水利局我想请教一下，过去高雄市政府也是表示跟民众是站在一起，同样反对美浓水库的立场，现在你们呢？市政府是绝对坚决反对美浓水库，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那所以刚刚乡亲有提到说38个区来做民调，市政府绝对会呼吁各区所有的我们的市民，我们来反对美浓水库。但是我们不是反对水资源的开发，水资源开发其实它可以多元化。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一些什么，工业区的那个供水量什么，其实那些调查就是为了要因应未来我们高雄市可能会有一些多元化的水资源开发，那是可以多元化的，并不是说一定要盖
美浓水库，所以没有孤注一掷要放在水库，只要水够用就好，看开发的手段是什么。中流爱咬的强问一下，其实我们讲到美浓水库这个已经形同是死案的定论哈，其实它的开发可行性趋近于零啦哈，这样说起来也等于是一个假议题。那为什么要丢出一个假议题？会不会是要带出说，好吧 ，A 不能盖，那我就来盖 B。B 是什么呢？我就是其他的取水手段，是不是就是以前前身给养人工湖的高屏大湖？那就好吧，我们来选高屏大湖，反正是平面水库来做，是不是比较可行性？你的看法还有你的观察呢？米农，你基于说自己就是一个土地争议跟一个家乡的一个安危哈，就起身反水库，已经历经了20-30年来的那种身心的煎熬啊。但也哈呢，面对这种好不容易提出一个替代方案的时候，可是这个替代方案到底该不该继续做？比如说后来又提出所谓讲给用人工辅都也有所谓讲高屏台湖。高屏台湖没错。哦，但高屏台湖可以做么呢？来讲实在话，官方意思讲高屏台湖对米农水库替代方案。但是我们发现，高屏台湖的起水量还有起水目的跟米农水库完全没关系。按你话有没有替代关系呢？没。但是问题在宣传的时候，因此又讲嘿。导致如果米农也好，新竹地方一直非常的一个挣扎，就是说，基本上面对米农业，每个鬼吃死，本国用私人是水，还你讲用为无更好的方法，你讲做啲减固，你讲固强的保存，还有都市地方起水讲要专门要减固的工厂咯，都冇基本上啲科学发展要安查哈。但问题都见到另外的形式还是存在一种不断吼，有种起水方式哈，来破坏国土，破坏农村。破坏产业，所以高屏大湖也是一个失格的替代方案，它也不值得被鼓励，也不是你们期待的替代方案吗？我觉得一个替代方案，如果说他连专业界都无法说服的时候，我觉得他如果作为一个替代方案呢？这个替代方案原来的专业程度都无法说服大家，系么？你给我透过新闻样片来看，到底那个本人群就系提推凤凰界高屏台湖嘅有哪点问题呢？每个礼拜一次哎。刚好这几天是天空贝尔对你还不错，每天跟我们玩一次狼来了的游戏。这次没有限水，是有一部分的替代水源上来，但是基阳人工湖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方案。至于国民党立委王兆顺韩国经济部次长杨伟福提立法院的一场对话，使得米农反水库、韩国反高屏台湖的议论面到拥挤之夜。不过高屏台湖三个地方其他提出来替代方案，也还用乜其他反其他的。米农写出来的替代方案是要做像桃园那个陂塘，要做百里塘，唔咩也做人工湖呢？冬天水温清浅，盐水期喺地表大下2公尺到4公尺就有深度嘅地下水。故所水利署规划喺罗农海、韩国岐山海交接嘅地方，佢 ABCDE 5个湖区，面积大约係700公頃，来囤地下水替代米农水库。高屏台湖你個脱褲子放屁啊，亂搞吧！你話講咯。就以人類設計嘅功能是應該講要補充地下水，是已經同埋平原嘅下背一個硬體坑哦，對個同埋啊田園睇水庫哦，啲人如果門戶打開啊，同埋平原破壞嘅農田破壞嘅，啲個人工湖要補充地下水已經變流地下水啊。當地嘅居民講，安尼設計電導邊，高屏台湖唔但搶做唔得囤水，電導本水源流體，好好嘅田變做台湖，嘛許多農民無田好耕。高屏台湖嚟講，佢本身冇水咪，伊拖對一片嚇，講拍掉對一片水啊，衝過去都出嚟啦。在整個的土地的規劃上面，灌溉設施的上面，還有人工培養的上面，需要7-8年的時間。那我不曉得說何去何從啊。面對我嘅職業經濟部次長楊偉福就強調，高屏台湖也係喺進行環境差異嘅評估，任何意見都會納入嚟參考，潛出大家攏做得接受嘅方式。我哋改寫哦，唔是建裝哦，一期要刪除的，刪的，一期也要先開發呀。故此也政策吼，反反复复啊，10年來我看政府講法吼，冇算法。高屏的大湖，我想我們高雄市政府的立場。除非他们环境影响评估，居民同意啊，这个不太可能嘛。居民不同意，好吗？政府講也沒問題，才提23千手里投資50人億來熱田做人工湖，係咪就做得解決高雄地區用水危機呢？剛剛呢，我
我们仲量告诉我们，其实这个高屏大湖说是我们美浓地方提出来替代方案，其实并不正确哈。这个观点，因为他们所选的设置的位置跟制作的形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他们不是一个正确的替代方案。那高屏大湖的这样一个规划呢，其实也就是因为争议过大，所以屡屡受挫哈。那预算删了又删，删了又删，就是做不成。简单为相信朋友介绍一下高屏大湖它的一个设计规划哈。你看到 A、B、C、D 区哈，它大概就是在旗山、美浓还有这里港这一带周边，在台糖的农场土地上，手金寮农场喽、吉阳农场跟民利度农场哈。那它的总面积将近700公顷哈。那我们看到这其实可以看作2大区块了 ，A、B、C、D 区划在这边，E 区在这边独立哈。那这边呢，它没有办法，它只是像一个水盆一样，需要引水。这边看到美浓溪在这边，它建了一条大概13.8公里左右长的引水道，把美浓溪的溪水引到这里来。那当时呢，这个水利开发单位呢是把它2岸并承送到环保署，一个呢就是全部包成一个 A 岸送出去哈，一个就是大家也考量到说这个开发规模可能太大，容易受争议，所以 A、B、C、D 不做。单送一个1区，不过这2个方案在环保署都被打脸退回来了，不能做。那只说现在是不是有可能要重新启动哦？我们来看，简单整理一下，让大家更清楚高屏大湖的问题点。第一个，政府的政策反反复复，一下说送 A、B、C、D、E， 一下说送 A、B、C、D， 一下说单送1。如果他能够对自己的政策辩护完全有信心，为什么一改再改哈？那再来呢，他开挖选址不当，会造成抽补失衡，这个专业问题待会儿也会请教丁老师来为各位观众说明。再来抢夺水源，高屏大湖没有水源，所以它引高屏溪水，就是好像我们新竹的宝山水库，它也没有水，它愿意引水，引上屏溪的水来灌到宝山水库，那也会袭夺了上屏溪的水源，然后在入水口淤积之外呢，农民也无水可耕作。好，问题我先开放，请我们现场的乡亲刚刚有提到。对高屏大湖本来作为官方认为是地方同意的替代方案，可是地方是不同意的，让叶母提讲出来。这个高屏大湖一开始我归赞成，因为归赞成呢，一开始是赞成的耶哈。我归赞成，因为水利局去俺输进了，他讲的时间，那那个澄清湖、太平湖的相片，讲下一摆迄开发下去啊吼，哦可以发展观光，对地方的经济各有帮助。我讲，你啊输进了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迄有安尼地方，如何来做水人工湖一定好啊。结果在审议去看研嘅经济部水利署人工湖的管理办法，因为也係水资源保护区，因为最多可以开放165个人入去看天，做唔得顺口，你做唔得去抽水嘅，做唔得去钓鱼嘅，做唔得过步道，安尼咪嘅观光咯。165个人属于咧缅甸都上唔去。伊讲一个什么公测船，一个做3公测高嘅薄片。俺哋输紧了2公尺下去就有水嘅呢。伊要500公頃500家亩，佢比大城江行嘅看严肃嘅地方，佢撞下下去面濃，可能儲水都儲唔到，唔係講冇影響哦。按個第三，因為一開始伊講 A、B、C、D、E 愛做咩？嗰個裡面喊要講 E 區冇愛做嘅，要刪除，但佢 A、B、C、D， 再下來。莫拉克颱風過台的時間，伊講 CD 開始要做，哦，還是變來變去，讓你們無法取信啊！哦，一區。好的，謝謝學的大哥。黃局長，我簡單為你翻譯一下，這位大哥其實從頭表示。他其實一開始是贊成的，認為它可以替代美濃水庫，就發現其實它的設計也是漏洞百出，光是政府方對它的定義就是非常模糊，變來變去。那在過去，事實上確實也被環保署推案，而且在立法院審預算的時候，也是一黨再黨，表示它很多可行性不通的地方。這樣的情況之下，還要繼續再復案，繼續往上送，難道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了嗎？也可以做一併說明。這個。多元化的水資源是政府現在推動的方向，包括了再生水、海淡水、浮流水、地表水等等啊，哈，這都是需要評估的，因為水資源的開發是一個很漫長的這個歷程。但是我看你們好急哦，年底就要把高屏大湖送出去啊，觀察報告。應該是到明年才有辦法。哦，那也只有1年呢。才有辦法，我們會把整個這個。區域的這個地質水文的這個狀況，整個產業的這個條件，還有民眾的這個意見啊，整個會再做一個評估跟規劃。那以高屏大湖來講好了，現在會要送出去的是1區嗎？
原则上我们会把整体列为评估，那开发会分级别。哦，分不见得是一区，也有可能是全区来做这样。是，或是应该是分期开发，因为用水的这个成长跟这个经费的这个编列都是需要阶段性的来处理。好的，我们先谢谢黄局长。所以照水利署现在的说法，高屏、大湖过去被挡下来的治安难行的地方，他们还是有变通或者是可以修正的地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我们请教专家，到底有些哪些结构性的问题，并不是修正就可以强行通过？因为现在分下央屁股转头讨论演出。转多先从哈，刚刚我们讲到说，作为替代方案的，其实它作为替代方案也可能值得争议啦哈。高屏大湖它其实有一些自然难行的地方，另外包括它的取水效益太低，要花好几百个亿，要吃掉700公顷的良田美地，才能够取得1天10万吨的水，这样取水效率太低，符合现在的需求吗？那还有一个是根本结构性的问题哈，就是说，相信朋友反映到的，它的选址根本就不当，好像是拖什么放什么那么的严重哈。专业问题一样请教专家，丁老师，这个高屏大湖现在水利署有预计要再重新启动，就我们的结构上来讲，它到底有哪些地理上的环境是相当不适宜的呢？好，就这张图来说明啊，这个是老龙溪，那么这是旗山溪，那么刚好这一些 A、B、C、D 区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角汤。那么地下水的流动啊，是从东北往西南方向流动。哦。所以说，各位刚才乡亲所说到的一区守金寮，事实上它在这一个丰水期的时候，这个区域里面水都会冒出来，甚至于在地表上都可以看到水。那就有点像涌泉那样的区域的是吗？是。哦。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要做这个平原水库，那么把老龙溪的水由高美堰把这个水经过19公里的这管路送到一区来，在丰水期的时候，那么丰水期的时候，本身这边一区都已经水位非常高了，所以它没有什么库容量，所以说就没有所谓的库容量了。那么在枯水期的时候，它根本就没有水泉量了，因为它没有水了，这个地方的地下水位也稍微逐渐的下降了。所以说根本在这个地方的选址以这样的平原水库来蓄水是不当的。那当时我们也非常赞同高屏大湖这样的一个方案啦，作为美容替代方案。它相对比较友善，可是它的可行性很低。所以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调查，在10几年前，那么我们 NGO 团体、我们美容爱乡协会以及我们美容地区的乡亲，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库堤防附近有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百里皮塘这一些的皮塘。就是所谓的倒水沙石坑。那么这个倒水沙石坑在枯水期的时候，它的地下水位大概27米左右到30米。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地下水位是非常低的。刚刚你说，其实高屏大湖的选址的位置可能就出了很大的瑕疵。还有我们知道，在这个莫拉克风灾之后，整个美浓溪的水文都已经产生很大的改变。听说它的浊度比过往都还高哦。那如果说要把这个浊的水在丰水期引过来，您刚刚讲的一区本身就像一个视同为一个天然涌泉区，本身都有非常清净的水源冒出来。那干净水加混浊水混在一起，做成一个水库再抽水，这样是很有效率的吗？说明一下。对，这个就是刚才乡亲所说的，因为它浊度非常高，再把当然它会有做一些的沉淀沉沙的设施啦，但是把这个水跟地下水去混在一起，再把它抽出来做供应，这个适得其反。因为它本身地下水经过这么长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路径净化，所以说这个水质是很好的。那么在丰水期的时候，它本身地下水位就非常高了。如果说在这个时间里面去抽用地下水，让它地下水位下降，那么在汛期的时候，它还可以去吞纳，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利用洪水蓄水地下，增源减洪。所以说在丰水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水稍微腾出一下空间，供应给大高雄地区优质的水。
那么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再利用其他的方式，像真南乌、真文水库、乌山头水库、南化水库搭配使用，在枯水期的时候，因为丰水期你没有用到这个水库的水，这个时候让它沉淀。那么刚才局长还有这个所说的，一天如果说用350万吨的水，大高雄地区包括台南，那么这个真南乌如果说有效蓄水量7亿的话，大概就可以供应6个月。针对刚刚教授所提到的，还有我们这个水利局也提到说，其实呢，这还是整个规划的案子内容修正以后，还是可以往上送。乡亲朋友还有什么其他意见要表达的？我们开放给还没有讲过的哈。这位先给这个水蓝色上衣的大哥。我们那个一区这一边的话，基本上就像刚丁教授谈到了，我们平常我们那个夏天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天然的一个滞洪池。所有当地的雨水或者从那个外流了这个水郡流到那一边，要流到那个旗山溪这些雨水的话，因为流不出那个旗山溪，所以会滞留在这个一区这个范围里面。那这个200公顷，以现在开发单位预定要挖9公尺深，还有3米高的那个小堤防，那会变成到时候会把那个我们整个那个原先200公顷的那个水啊，把它淹到美民利村，甚至到土库，所以反而变成泛滥了是吗？那就影响到你们的种作了呢。对，这是这个风险我们担心的。但是我们当时在那个专家会里面一直提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就是开发单位没办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他们被退证的原因之一哈。原来是这样。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枯水期的时候，因为我们当地几乎100%都是一个农民啊，我们靠地下水在灌溉的。那你枯水期的时候，那基本上挖了那个9米深，那我们那个水源大概2米3米就有水源了。那基本上你那毛细孔没办法就把它堵塞嘛，所以那个水源那个会流到那个水库里面去。那我们当地居民的那个农民啊，这一边的那个水我们就没办法灌溉了。好，问题我先请教我们水利署，水利署可以先针对农民还有教授所提到的一些结论问题，先做基本回应吗？是那个至于这个因为淹水的问题哈，我们有易淹水的计划，在第7河川局，它也可以配合这个我们相关排水的这个整治，甚至设置抽水站。但是如果源头没有错误的设计，就不用去易淹水整治啦。不是，那边本来就是比较低的地方的，而且我们开发我们不会加剧淹水，我们会把这个淹水的这个问题甚至把它减少，这是我们会念之在之，会去仔细评估的。这必定要确保人民生命安全为我们工程的首要，这是一定的。蛮感人的精神。那还有一个讲到说，这里本来就是类似像涌泉区，它库容量其实也没有效率啊，这部分你能说明吗？这个全部 A、B、C、D 区哈，这个确实我们必须要再去评估，因为它确实是丰水期它当然是会补助地下水，那枯水期的时候，有时候地下水会流出来，但是这个交互作用时间久了以后，它就因为生物化学作用会变成阻塞掉了。那我们是比较期望是变成一个地面的一个水库啦哈。那刚刚丁老师讲的，我们当然也去评估，但是我们提供一个观念，就是丰水期水库的水也一定要用，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是有供给的这个需求，而且在丰水期的时候，只有浊度高的时候不能用。但是你如果平常的时候水那么多，难道你都不用吗？你都看着它奔流入海，这个好像也不是我们的一个。但是它能用好用吗？光是这个浊度要处理成本就很高吧？这个浊度高的部分只有几天，所以我们有一些备援的系统，大概不会超过1个礼拜。是，我们水利局的蔡局长。这个狭小的境内，吉阳人工湖这个高屏大湖，市府方面的态度呢？吉阳人工湖这个部分其实也在所有的方案里面呐，但是因为方案之一，对，是方案，在我们的整个规划报告里面是方案之一。但是这个规划报告，它目前因为吉阳人工湖的整个案件，环保署这边也还没有过，那也还没有取得我们各位住民的地方的这一些认同，所以目前还只是一个尚未核定的一个案件。那未来赞成吗？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赞成，因为刚刚市长也在那个已经讲得很清楚哈，就是这个案子就是目前它还没有核定，而且环评没过。那
地方也没有沟通好，所以这个是市政府这边是没有办法来支持这个案件的。高雄市政府这样一贯丢出来的态度都是说要尊重民意，会倾听大家的声音，现在都还不表态。可是事实上，工程的需水端还是要顾及，他们如果申请要用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为他找水。所以同时在进行。在场的乡亲朋友，对于2位长官提出这样说法，你们还有什么异议要提的吗？为什么要用民调来期待我们美容呢？这根本就是人为，那可以做假的。国民党讲话错误的政策，太多，我们吃了有泪哭之无泪了。不要再残害我们美浓之地，这是我们永久住的地方。你们都38州县市要来淹没我们美浓人，拜托阿弥陀佛，你们好心点。其实大哥很沉痛的讲出他内心淤积了那么多年的话希望能够真正倾听民意好，我把时间开放给这位村民。美浓为什么会淹水？那个旗山溪根本就流不出去啊。因为旗山溪的水位高于我们 A、B、C、D 区的那个水，那个水一满的话，旗山溪一满的话，那个水门啊、水闸门啊自动关起来。所有的水就往美浓溪这样一挤到美浓来，美浓就淹水。那你开挖1区、A 区、A、B、C、D、E 开挖下去的话，那个地方是本来的滞洪池啊，天然的滞洪池，你把那个地方开挖成一个满水的话，那美浓以后怎么办？那个水往哪里挤？而且现在我跟大家讲那个堤防现在做很高那个要排出去那个大水沟那个堤防很高，积的水更严重，所以往这边挤的话那更严重。那开挖1区我们在地的有70%的人反对，民调。美浓嘅水库嚟講站山咧崖山冇水，到中央山脈嘅水能有水下來，做中央山脈本。作水庫作嘅白喺美濃發展啦冇，美濃5000人家嘅蔬菜冇，大家冇做你種合作你哋試田你哋，運用生存，運用水就補為補助是係咪？好的，謝謝你。我們先把剛剛舉手那位大哥也給他發言的機會。美濃而係咪靠重上乜個？全部石仔桶啊！呢啲慢慢嘅考落，走落廿一陣，啱高又一個竹子門。一個發展廠，你知道嗎？搭一個這樣一個，從那邊的打一個洞過來，那個發展廠發電，然後水排到那排水溝，這個你知道了我上報紙報到你們看，我親自看到那個這樣一個水那邊的打的。如果美濃要開水做水庫的話，還要新圍打一個龍過來，傳到那邊美濃水庫那邊做才可以。那邊人數據看得很清楚。你们说我的这水库，请问一下，所以其实美浓水库或者是高屏大湖，其实都不是我们地方乡亲所要的这样的一个取水资源好，先谢谢你其实呢，整理到刚刚那么多乡亲踊跃的发言，讲到说，就算是作为替代方案的这个高屏大湖，它的选址位置就出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疑虑啦，这样好好的来检讨。再来呢，一个剥夺农地的现象，上面已经开始好好的在种作，我们的毛豆成绩也很好，是不是为了要取水量效益这么低的一个平面水库，就要毁掉人家的家园跟他们的耕地？这是第二个问题。那冲两爱咬的小门强问其实我们一路从美浓水库探讨到高屏大湖看下来，有很多在工程手段，当然整个几个水利单位都说这个工程人定胜天的这个开发派的思维没有停过，但是我们发现说有一些就是对地方乡亲会造成危害，这是地方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会受到侵袭的情况之下，还坚持要做，你会发现不可通过的硬要通过，这个动机有没有很可疑？因为照资料的调查，这个高屏大湖水库的周边现在营建署也预计在这边做一些产业的置入跟规划，就好比像将来日月潭那样，刚刚有一位乡亲提到，将来是不是可以作为开发观光区来带动观光？可事实上水源保护地又不能做过度的开发观光。那再来呢，这个矿务局也把它当作是这个砂石资源开采区，怎么那么多奇怪的备案？我可以请教一下吗？高屏大湖最早提出来的时候，是来自于当时经建会张景生张主所提出的全台5大湖区的计划。那在这里面呢，就是高屏大湖是被列为优先开发的一个计划。
那当时我记得张主委他在电视上非常的骄傲的声明说，他这个就要不用花政府1毛钱，哦，这样哦，光是靠开挖大湖所采的沙石的一个财务平衡的原理，就可以让整个工程可以得到执行，而且还可以解决水资源。好几百亿的，那表示利润很高哎。对，那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他是搞了老半天，原来当时事实上是为了要采那个沙。然后，当因为沙来供应这样公共工程的料源以后，所得到的一个财务的收支，收支来达到所谓的在开发这个方案上面的一个财务平衡。然后呢，取得的水呢其实非常少量。对啊，非常少量，效益很不高。当时最早提出5大湖区是指说每天希望能够增加34万公吨。那但是问题是，它相较于美浓水库110万吨来讲，所以我们就说它其实根本之间没有那种因果的一个替代关系。是。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高屏道刚开始其实为了采沙。但是在整个后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当然采沙引起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嘛，因为这个地方事实上它就已经早就存在非常多的一个盗挖砂石坑的一个问题。是。对。所以后来在整个谈法里面，就是说，慢慢的大家都把焦点聚在，就是说，那到底实际上高屏道到底能不能解决水资源问题？因为当时一直在提到说它可以替代美浓水库。对，它目的是这样嘛？那能不能嘛？看起来显然是有很大的落差。但是看起来它的供水的那个效益这么差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问，那到底南台湾的供水缺口有多大？说啦，40万吨啊。是，那到底是高屏道还是美浓水库？其实当时这样子过程其实是讲不清楚的。好的，其实，在美浓溪的周边，过去的历史工业就有许多被开采的这种大坑洞，非常大哈。我们影片也可以看得到，现场都有去拍摄，都是2-3层楼高，这么大的一个面积，曾经像一个小水库，已经被开挖成一个人工的大洞在那边。如果我们要花好几百个亿，从钱的观点角度来讲，要来盖这个，来装一点点的水，跟这周边能不能直接做利用，可以这么简单的来想象吗？你先跳过了，腾新闻样片，掌过来讨论。为了解决高雄用水问题，政府同民間應對的水庫總唔得人工湖，也唔得係咪有限額好替代方案。最早喺美濃反水庫嘅時節，就是提出百里皮塘嘅想法。喺美濃高速一片，羅龍海河壩船利用現有嘅兵工山坑來囤水。盜採砂石，本人發展到以後，政府要起地嘅嚇，起地睇咧都流到近，邊一湖嚇，一隻位最起碼要2-3個湖，按喺講嘅做人工湖，也都現成嘅呀。一將一隻湖都有500公尺長，有8個公尺闊，2-3層嚟嘅尺嘛。按底下嚟做人工湖都好呀。因為過去頭一沙沙所留下來嘅模模糊糊，一下沙沙坑變做嘅綠色坑，變做最好嘅論調綠色嘅地方。其實做喺101年10月咧，高屏太湖嘅工程計劃反查當中，就是分析過太峽谷做嘅噸嘅水係205萬噸，比唔得預期嘅1500萬噸，韓國有本人多有害嘅廢棄物模式合來噸水。天宇嘅大峽谷地方啊，用於間嘅廢棄物清理嘅之後吼。將把都設置一個連通管，間嘢水引嘅地方去做地下水輸出，就像也屏東籌組嘅太人工湖相，太籌組人工湖相同意思。睇補助嘅之後，唔要增加地下水水量嘅吼，唔睇也下游，都將也下差唔多都高屏太湖嘅所在，都算美濃平原嘅一種地下水下游這邊吼，唔都做去儲水。對民間所提出用太峽谷來囤水嘅做法，政府嘅評估沙係開發嘅水源量有限，冇問題，但為水源成本又太高，看法一定冇相同。黃局長，照地方上的了解像這樣大大小小的大坑洞，人工的這個盜採砂石的大坑洞，可不可以直接作為像你們這樣百里皮塘的一個概念去執行的呢？我們仔細再去評估跟了解哈，這個地點哈，這個砂石的顆粒比較大，意思就是說，你水灌進去，這邊是一個補助區，它是會比較快的滲到地下去的，留不住水，留不住水的。而且哈，它這個總共的這個體積啊，才差不多是我們調查過，差不多是200萬立方公尺，跟我們高屏大湖一區1500萬立方公尺是1/7，跟整個的5500萬立方公尺來比的話，那更是很少，所以取水量非常低，是不是？對，它的這個量非常低，而且它單位成本會比較高。這個高雄市政府也做過相關的這個調查了哦。那它面數量這麼多，不能夠提升改善嗎？而且這牽扯到裡面有很多不該有的東西，比如說廢棄物，還有一些污染的東西哈。
处理上应该是比较棘手跟复杂。那请教一下哈，你说棘手跟复杂，那处理这周边大大小小的人工坑洞复杂，花的钱多，效益方面比起来，我们的高屏大湖哪边的花的预算或它的效益比是如何？这个由单位成本来看的话，这个高雄市政府也有相关的这个资料哈。这个那个大峡谷那边的单位成本是很高的，是几十块每要开发立方公尺的水是几十块的这个水，因为它管线啊，还有整个这个清理啊，那个是很多的啦。那我们把发言时间交给我们的水利局。大峡谷的利用甚至是解决，你们市政府想过吗？大峡谷当初有很多的这个位置哈，它放了一些类似人家提到的有害废弃物啦，就是类似这一些，目前还在调查中，而且还没有完全清完。那另外就是跟大家提的就是，其实要规划一个水资源哈，像这样一块一块，那未来如何串接？除了刚刚那个局长提到的，你的水没有办法存，而且存了以后如何串接、如何取、如何就算要抽，也都要去做规划。所以这个水资源的规划里面，我们其实在初步了解以后，在后面我们的规划报告里面，这个方案就没有再继续存在。老师，原来这方案不可行，您的看法呢？老师要到台前来说明是。我的看法非常简单哈。因为这个一些盗采砂石坑它本来就不应该有这些废弃物的。是的。这个就是管理单位的这个思维了。不要把地下水污染了，说地下水不能用。地下水要做管理啊，所以说污染的人、污染的单位、污染的这个权责那个要做处理，才能够把干净的水往这边输送。那么刚才2位局长所说的，这边的湖它不是在做储存用，因为它的透水性非常好，所以说可以经由老龙溪的水自然跟人为的补充。流到这个地方，因为它东北往西南方向流的，它是一个补助区，它是一个地下水流出去，所以说这个是地方来取风水期的时候来取，因为它经过过滤以后水就很干净了。当然，首先就要把这些的污染物给移除，因为它不应该存在这个地方，因为土地的管理不当，所以说造成地下水污染。这个不是地下水，地下水不能被这个污名化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说我把这个水抽掉，当然这个水就可以补充进来，所以说它是一个调序，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地下水库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序的观念，它就可以源源不绝了哈。所以这个清理污染并不是难度这么高不能做到的事情。是。南水局的局长，老师这样子的说法，我们南水局有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吗？他根本没有要做成储水的空间呢。其实它最主要是一个补助循环利用，就不要花费工程，花费那么多的人工手段去破坏环境来盖高屏大湖。补助的地方是不能取水的，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两码子事。那是补助区，我们河川它也是一个天然的补助区。如果说把它引到那里面去，可以增加它补助的时间，这是没有错了啊。这补助端没有问题，但是取水端。对，你那个取水端，我们认为是那个我们的高屏大湖，我们规划会用数值跟用一些模式来模拟以外，也会做实际的验证，看看这个地下水在丰水期引进来的时候，它是补助到地下，那枯水期有时候地下水会流出来，但是我们经过核算，每年还是净补助大概有300万立方公尺，就是不会因为这个大湖的开发去影响到地下水位。那这一部分我们是有经过演算的。你今日讨论到现大了，下礼拜还有继续在进入普管性就会讲，大台了水资应该多年管理政府讲出来的就做到么？也请大家莫唔记得了，下礼拜还有继续收听呢个村民大会，感谢大家。